再来看台中的高美湿地哦，有一间开3亿6千万起的游客中心，也毋过伫今年的2月，包括龙雅区，阁有景观餐厅拢暂停营业咯。有民众哦，阁反映讲游客中心内底嘛在漏水。台中市政府是表示讲会请厂商赶紧来维修，本地5月特别开放营运哦，即嘛延到9月。 跳蛙甲天棚中啊，不断有水洒落来，外口咧落大雨，内底是咧落小雨。有民众将台中高美湿地游客中心建筑物漏水的状况翕落来，实际来到现场看，这是游客中心1楼通往湿地方向的顶仔卡，壁面有漏水流落来，明显水粒，游客是感觉真旱。当地人讲根本唔知影要向向反映。我觉得就是相关单位要去注意，然后要去改善。对啊，因为现在这边的观光客蛮多的，系啊，会觉得很夸张。对，有一点。当你讲，但是咱讲就无效，啊，就一寡头人咧讲，你讲就讲，我就讲就讲无效。开3.6亿兴建的高美湿地游客中心，启用敢若5年多，但是现在场馆全部拢无人，龙雅区甲景观餐厅拢暂停营业。原定5月底进行2项设施恢复营运跳票，互游客是感觉真失望。现在场馆漏水，互这个情形更较严重。台中市府表示，游客中心是委外厂商经营，初步检查漏水是海风盐化、甲建筑接碰的所在风水残老化所造成，但是无影响到安全，会请厂商安排修缮。因建物接缝处的防水层老化及海风盐化产生裂缝，导致漏水，尚无影响使用安全。已派工将视天气稳定后进行修缮。台中市建设局强调，会全面检视游客中心基础设施，优化餐饮的空间。经营团队已经报请征收，延到9月才会恢复营运，而且会来规划更较多元的活动。公司新闻台中报道。